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2日，旧历的4月30，礼拜5。洪sơn雨的锋面加上西南气流，南台湾早就开始来拼强降雨。先为台湾尾屏东开始来看起，这个屏东地势较低所在，拢淹水了。盐埔乡台仁科技大学迄块地啊，大雨成灾。学校头前的大路，这个水积甲真深，卫生路甲台仁东街要出入真无方便，学生要去学校上课非常的艰难。出动机构几啊位工作人员将排水沟内树基本数野子拢清出来，因为屏东县对今仔透早开始就一直落强降雨，较悬地势水嘛流落来，加上树基本数的物件塌的，造成屏东台仁科大校门口前的卫生路甲台仁东街一带一早搁再积水。4点多的时候，水位已经慢慢高涨了。那这边有关注，那我们今天早上凌晨6点多的时候，因为水位已经开始积起来了，那我们的清洁队这边先做警示，就是说先过来清理这边的那个垃圾。发生淹水灾前，当地公所赶紧加派精力，排水沟管嘛拢拍开，希望会当赶紧排除积水的状况。不过当地居民讲，每届若落大雨，拢会容易淹水，真正淹甲惊。下那么大啊！我只在等说那个雨会不会停下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没有停下来的话，我打算要用沙包了。行路的人拢是了水过，骑机车的人变成水上乌托邦，学生上课变甲真无方便。在走路的时候，那裤子都会湿掉，对，然后开车的话就变成水会溅起来，会喷到。还 OK 啦，对吧？习惯了。另外，伫台一线452K 上北的车路，嘛有这道路积水的情况，出动警员交通管制警戒，嘛特别要提醒民众，这波雨势虽然是量大、量小，但是淹水增加真侪风险，民众出门也是爱特别小心注意。